要用白話呢？因為馬拉係咪有80人係講廣東話㗎？俾翻啲掌聲你哋先。咁你哋如果你哋中意嘅話，呢啲就嚟對地方啦，係咪？咁我記得上年12月4號，咁啊喺呢個寧夏，我哋飛馬之夜，然後呢香港區總經理帶我去老闆總統套房，就見老闆，一入去，哇！全球嘅飛馬會議上全部喺老闆間房喎。老闆第一時間就起身同我講 ，Candy 姐，2月份嘅培訓會，你係用白話去馬拉講，哇！我突然間覺得咩神寵若驚啊，都未算啊！嗰一刻呢，我哋嘅培訓總監，我哋南亞區嘅總監阿 Cat 走過嚟同我拍拍膊頭，佢話 Candy， 我哋南亞區開始叫舞啦！佢話，哇！大家知唔知咩叫舞？知唔知㗎？識唔識打麻雀先？嗱，我唔識打麻雀，不過我知道叫舞呢，聽講就係準備食糊㗎喎。如果今日你帶住食糊嘅態度嚟呢個課室，你就來對地方啦。如果係啦，你頭腦唔清醒，你係一個嚟觀察觀望而冇真正投入課程嘅人，今日以下我落嚟講嘅嘢同你哋一啲關係都冇，係咪？所以聽總監俾到我一個好大嘅壓力。哇！第一馬拉喎，我夢寐以求嘅舞台喎，今日我係咪做到啦？俾啲掌聲我哋一齊總監好唔好？好啦，咁馬拉特別親切係咪啊？咁我都想用2分鐘介紹下我自己好唔好啊？想唔想識我先？想係咪啊？好啦，我係一個好普通嘅人，我係來自農村廣西一個好，有冇聽過廣西嘅10萬大山啊？有冇聽過啊？我係一個新卡拉農村4年班小學未畢業嘅人，然後80年代初期14歲嚟到香港，今年59歲，大家同我計啦。係啦，仲有2個零月就60歲啦。今日企喺度嘅狀態，似唔似60歲啊？多謝 Vivi 嘅產品，食咗產品呢4年，可以同大家講，我個狀態、我個心態、我個人精神，回翻去20年前啦。你哋冇嚟錯地方啦，今日 OK。咁啊嚟到香港做咩啊？冇話求生活啦，生存你都難啊，係咪？好似我咁樣，書又讀得少，白話又唔正，普通話又唔識講，華語又唔識聽，重點係咩啊？冇講煙嘅歷史，冇講雞腸，我哋香港係咪一般講雞腸㗎？所以當我哋阻住人啊，人哋話 kiss 煙都唔知佢乜噏係咪啊？所以我哋都唔識，但係我哋都夠膽喺香港立足。點解啊？當你窮，你係新加坡，你係農村，你係耕田出身嘅人，當你去到一個大都市，要唔要改變自己啊？所以喺嗰一刻，我就望咩啊？望成功嘅人，望我姑媽點解咁巴閉？點解佢翻到我鄉下可以園長以前北林係一個縣嚟嘅，佢接待佢？點解市長、省委書記嚟接待佢？點解啊？原來佢係投資咗我鄉下一條華僑大廈，佢就係我一個影子，佢就係我要模仿嘅嘢。所以，但係我冇讀書，我嚟到香港又做咩呢？你個夢想同你要做嘅嘢根本係2回事，我覺得啱啱。最終啊，捧茶壺一捧就捧咗14年。好啦，14年嘅茶樓，俾一個素未謀面嘅人帶我去一間直銷公司。嗰時係2002年，當年我係35歲，去到嗰個環境就似今日差唔多嘅環境，不過嗰個環境咧係一間公司嚟嘅。
咁啊喺度講賺錢，人山人海。咁如果我想改變，我係咪要俾好啲嘅態度去聆聽啊？正如你哋今日咁樣，今日你嚟到頭先，我哋第一位講師，今年係咪29歲啊？佢勁唔勁啊？梗係勁得啲咋！29歲飛馬舞喎，你做俾我睇啊！係咪？好勁啊！原來我數手指，因為我冇讀書，我唔識數嘅。原來頭先嗰位英文我又唔記得咗啦，Cherry 係咪啊？我唔記得啦，反正我唔識，雞腸我唔識嘅。反正佢就22歲入嚟嘅佢，今年入嚟就7年，做到飛馬舞，係咪好勁啊？所以你睇下佢22歲嗰一刻，佢做緊咩嘢？好多出邊嘅人打緊遊戲機咋各位。所以嚟到呢個環境，你哋要唔要成功？要成功就好似我咁樣，我唔想講茶壺，所以我想改變。我喺20幾年前35歲嘅時候，我已經入咗直銷行業。當我入咗直銷行業，我好冇心，好俾心機做。你問我成唔成功啊？係非常之成功，不過不長久。所以以下我落嚟講嘅係咩啊？我個 topic 係咩啊？我個主題係如何成功又長久。大家要唔要？想唔想？係啦，阿聽總監佢話你哋準備食糊，我睇下以下落嚟我講嘅嘢關唔關你哋事 ？OK， 咁我哋直接入主題好唔好啊？係啊，因為過往我成功，但係唔長久。而我哋嚟到力匯，見到我哋所有嘅前邊嘅所有大領導非常之成功，所以我要保持一個態度去同我團隊去倍增人數、倍增業績、倍增嗰個拼合。所以每一個人嚟到力匯，你想成功必須過呢一個8大關。有冇聽過如何成功嘅長久？係咪有8大關啊？係。大家有冇聽過啊？有聽過？以下我落嚟嘅，睇下與你哋有幾多關係，睇你哋用得着幾多，睇你哋會聽完會唔會好似我咁樣？我用咗2年時間已經達到飛馬舞。我係2022年嘅4月、5月、6月正式打飛馬。我入得去力匯，一睇明白2021年嘅10月、11月、12月成為飛馬，準備咪成為孔雀，準備打飛馬嗰一刻，點知疫情5萬宗一日，限聚令2個人，一直都係2個人。點解我會一定要打飛馬？因為我知道，如果你喺一個地區，你唔插旗，你唔有個朵，冇人會拜你；你冇成績，冇人會認識你。如果你喺一間公司，如果你唔成功，係冇人會睇得到你。所以通過呢8大關，令到我6個月上到飛馬嘅評級。如何成功又長久？人每一位嚟到力匯，嚟到直銷界，唔管你做邊間公司，你過得到呢8大關，你就關關難過。你過咗之後，你就一定成為一個輝煌嘅人。OK 嗎？好啦，我哋講一講第一個關，講一個第一個關，係咪約唔到人係咪啊？想成功係咪每個人都會經歷呢樣嘢啊？每個人都會經歷到約唔到人。不過我形容呢，我係咁樣諗嘅，以我20幾年直銷嘅經驗，因為過往我亦都係教人邀約嘅。你約唔到人嘅原因好多，第一，可能過往你嘅人啊，你嘅人唔中意講嘢，好孤僻，唔中意同人溝通，見到人又唔打招呼，又冇笑容。咁人哋見到你都驚，你點約人啫？係咪咁講啊？係啦，如果我哋去到力匯，我哋想成功，我哋係咪要有一個有所改變啊？當你改變咗，你就約得到人。點解我咁講啊？約唔到人嘅原因就係話，你可能平時我形容你可能借錢唔還錢，
可能見人都會指指點點講人哋是非，講人哋壞話。你係咁嘅人，你通常你約人傳人，你約佢一個啫，陣間背後就一班人都會唱衰你㗎啦，你一定約唔到人。點解啊？要破壞到呢個網絡。而我哋嚟到呢回，我哋想成功係咪要啲方法啊？我就以我20幾年前我嘅稱號係一個邀約皇后，去同你講解點樣去約到人，好唔好啊？好啦，我覺得你想約到人，你同我保持每日要增值3個人名單，做唔做得到？做得到，你一定有人約。每日同我增值3個人名單，擴闊個圈子。例如咩叫擴闊圈子啊？係咪有乜會物會嗰啲啊？咩聯誼會啊、茶會啊、咩旅遊會啊，好多免費嘅，你可唔可以去嗰度增值名單啊？去茶樓飲茶可唔可以？去餐廳食嘢可唔可以？擴闊圈子啊，增值名單啊，擺緊你個面，各位面子係唔值錢㗎。後邊嘅班大聽唔聽到？後邊嘅班大聽唔聽到？馬拉人聽唔聽到？聽到揮揮手，有睇下邊啲掌聲你哋。咁先係個人啊嘛，係咪？我唔想我喺度講，你喺度瞓覺，好唔好？我希望大家有所回應，因為我講嘅內容同你哋嘅回應係好有關係啊，各位。如果你有反應好，我放個料就多啲好唔好啊？OK 嗎 ？OK。例如搭火車、搭巴士、搭小巴、坐車、坐飛機，任何一個場面都可以增值名單。你想約得到人，你想約得到人嚟公司，你想約得到人有 case 去傾我哋嘅生意，你必須要同我擴闊個圈子，必須要放低面子，因為今日你未成功，你個面係唔值錢㗎，各位。你唔成功，你個眼淚更加唔值錢啊，得唔得？所以我哋想做到如何成功入場度，必須要擴闊個圈子，必須要增值嘅名單，每日同我貼住識3個人，然後去聯誼佢，然後就有機會帶上我哋公司每一個活動、每一個會議，包括你團隊嘅會議，得唔得 ？OK， 約唔到人啊，就咁簡單，所以你就好多 case 入㗎啦，好唔好？好啦，我哋第2關約咗唔嚟有冇啊？有冇啊？俾人放飛機有冇啊？係梗係有啦！如果約個個都嚟啊，頭先我哋食嗰啲飯邊個幫我哋煮啊？各位，如果我哋約人就嚟㗎，約每個都成交㗎。我同大家講啊，呢個社會定律已經亂透㗎啦，冇人會一約就會一聽到問到呢陣處就上嚟，冇可能嘅。OK 嘛？係啊，所以約咗唔嚟嘅原因好多樣。第一，你講嘢唔肯定；第二，即係話你，我撳錯咗啊 ，sorry 啊，約咗唔嚟，係啦，你邀約嘅嗰個次數唔夠，點解啊？你約我1次唔嚟你就放棄。你咪冇咗個飛馬5咯，各位，係咪？嗱，講到約咗唔嚟嗬，喺2017年2月28號喺尖沙咀星光行地路麥當勞，2017年啊，有一個同我講6開幹細胞，當其時係第5代，係啦，一個樽圓圓嘅，佢就講阿 Candy 啊，呢隻嘢好勁啊，佢話好勁啊！我35個年係咁，竟然食到1樽可以聞到我老婆炒蒜蓉菜心。我哋消費者通常問價錢，唔問價值。我話幾多錢先？3400幾，揾鬼買咩我話？搞到我咩啊？佢唔識約我，約到嚟佢唔識講嘢，搞到我喺出邊辛苦咗咁多年，搞到我2021年嘅10月份先接咗翻嚟回，係咪過去咗我啊？所以你話約人唔嚟，因為你唔識約，你講嘢唔夠肯定。我問嘅嘢你唔識答我當然唔嚟啦，各位。咁想知道我點樣約我哋嚟啊？
我好多陌生市場，我做力會係重新洗牌嘅，我所有跟過我成功嘅人又好，唔成功嘅人又好，我一個都唔約，因為點解啊？出邊欲哭無淚，嗰啲叫咩資金盤搞得我傷痕累累，冇晒人脈。當我嚟到力會，我想成功，我係一定有個方法去約得到人嘅。想唔想學我咁樣嘅人啊？想俾啲掌聲嚟聽下先。因為你係約唔到人啊嘛，我而家教你點約好啊？好啦，未見過面嘅，就係一個柳香群，即係我係廣西玉林嘅一個柳香群家嘅，而呢個人呢，佢係做保險嘅。我想問大家，做保險係咪要揾人？好啦，佢做保險要揾人，然後呢，我做力會開咪又有我個目的啊！我哋抱住個目的，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約到人出嚟為止。我每日 keep 住4個人、5個人，甚至最高峰我約到8個人，唔得的是下一個，唔得的是下一個。你要有我個咁嘅心態，你一定成功又長久 ，OK？ 好啦，咁啊好啊，我話老鄉啊，咁你今日呢上晝11點，我聽日11點，我約你係啦食 lunch。我話，既然識咗你咁耐，加咗微信咁耐，未見過面，我想見一見你。咁佢做保險嘅人，佢必須揾人，佢必須好容易答應我。結果佢出到嚟，一出嚟，我哋要用咩態度去同佢講呢？一定係清晰嘅態度，拍住佢膊頭。係啊，你嘅朋友必須要坐喺你嘅右手邊，呢個就叫橋梁，因為右手先有嚟拍佢啊嘛，係咪啊？當然拍呢，你又要笑住拍下各位。哇！同佢第一次見面，我着咩衫都未知嗰個，未見過面嗰個。如果你帶你拍拖佢咪走啊，係咪啊？咁你拍佢又要有力，又要提醒佢，又要佢留低啊，老鄉。哇！見面不如咩啊？係咪啊？聞名不如見面係咪啊？識你2個幾月未見過面，見到你啊，哇！比我想象中你係靚女一名㗎喎。我想問大家，約得到佢嚟，你想佢聽？你要唔要成交佢？要唔要留低佢咧？如果你唔講啲好嘢，佢會唔會留低咧？好多人約都唔嚟，肯定唔嚟啦！你講嘢唔肯定，你講嘢都唔肯定，佢點嚟啊？當我約佢，我話嗱幾點、幾分、幾秒，我喺邊間餐廳等你，佢就準時到啦。未見過面嘅都咁容易嚟，就係我主動，我講嘢，因為點解啊？我加一句。嗱，出嚟冇咁多，我請你。首先你要講你請佢，佢係咪唔會放你飛機啊？各位，因為你約唔到人嚟啊嘛。但係你冇加下一句你請佢啊嘛。當你講你請佢，佢一定嚟，得唔得？我哋想成功，我哋要唔要大方一啲啊？要唔要啊？所以我講我請佢嚟過啦。所以未見過面嘅，當我一講你呢個產品幾夠力，點樣幫助解決我媽咪疾病跟住佢就身上有1000蚊，即時科俾我啦。O唔 OK 啊？所以唔會唔嚟㗎，約咗唔嚟唔會㗎。你講嘢肯定，你講你要請佢食嘢，佢一定嚟，得唔得 ？OK 嘛？所以累積咩啊？累積你力會國際嘅故事，累積你失敗嘅故事。我哋 NPO 有冇教啊？NPO 2個觀念係咪有教大家啊？累積你成功與失敗嘅故事。我話明咧，你想唔成功唔長久，問我 ，OK？ 咁我哋嚟到唔聽，有冇見到啊？呢個人係咪想攞去後樓梯揼佢啊？係咪？哇！幾乞人憎啊！唔好同我講。又係傳銷，又係賣產品，又係 sell 嘢，我唔鬼做啊！好煩啊！你哋有冇遇到呢啲人？有冇遇到啊？知唔知點解啊？因為你唔識借力，因為你唔識揭波櫃，因為約嚟到會前之前，你哋唔識暖身，唔識 warm up，唔識得 key up 我哋個講師，正如今日咁樣。講究你個講師22歲入嚟，29歲飛馬入到國際，咁個講員，咁個年輕有為嘅人物人才，你都唔識埋，佢嚟到當然瞓覺啦，各位。所以嚟到唔聽知唔知㗎？
但係你識埋我哋今日嗰6位講師，我相信佢要機會嘅人一定會聽，係咪？所以唔管入去乜嘢環境、乜嘢場合，主要你識揭波蓋，你識同佢打底，佢一定態度好好。正如約佢嚟呢個會議，你要同佢講，今日你過嚟上呢個培訓會，我哋嚟國際嘅培訓會，呢6位人物，我話你就算聽完佢個會議，唔同佢合作，對你嘅人生都有啟發啊！當你講呢一句嘢，佢係咪打醒12分精神去聽我哋講嘢啊？所以嚟咗唔聽，喺我字典裏邊，只要係阿 Candy 潘邀入嘅，係絕對唔會唔聽嘅。點解啊？因為我要講明係學習，講明係課程，講明係聽產品，所以佢唔會唔聽。唔管咩活動，就要講咩説話，聽唔聽得明啊？我哋舊一開就傳銷，佢話傳銷就傳銷啦，其實我哋係直銷，因為我哋要產品啊嘛，係咪？係啦，我哋舊一開直銷人咧，見鬼就講鬼話，見神就講神話，見人就講人話，有冇聽過啊？哇！佢嚟到，咁佢中意鬼嘅咪講鬼故俾佢聽咯，佢中意人嘅咪講人話俾佢聽咯。佢中意成功，人哋要講成功例子俾佢聽啊！佢點會唔聽啫？係你唔識揭波蓋啊，各位，得唔得啊？係啊。咁咧，借力好緊要，即係嚟講唔聽你就要馬上借力。例如，我係廣西妹，我係廣西嘅。假如你嚟到香港，你又揾咗個廣西妹，要唔要揾我幫你？搞2句佢啊，贈2句佢得唔得啊？好似我哋香港用樹頭咁樣，幫你贈2句就搞掂啦。哇！你跟住個廣西妹勁喎，係咪啊？即係假如你阿頭係廣西嘅，我係廣西嘅，就算唔廣西唔緊要。哇！呢個廣西妹啊，你條口香好勁㗎！你知唔知啊？講你上面嗰隻字都唔識個，但係呢個話冇人唔識佢啊！咁你天一咗我，你借咗我嚟。我係咪俾得到你啊？如果你唔借我嚟，你唔俾力我點借得到嚟俾你啊？各位，大家要明借力、打力、不費力，就係呢個成功開始，得唔得？如果你唔識借力，你講得好臭，講多2年、3年都冇人聽你講㗎，得唔得啊？講到借力，我又俾一個例子大家，借力，正如我一開始。2022年我3個月揾咗2021年嘅10月、12月3個月接近100萬嘅收入，我3個月接近100萬收入，我先有子彈，我先有 call 我先有 power 去揾一個老鷹。2022年嘅12月我拉屎，佢嗰啲單我係多餘㗎啦，我1個月做咗500萬港幣業績，衝控咗第3個月。我攞住我個 iPad， 攞住我個 OPP， 攞住我個見證，攞住我銀行號台收入俾佢睇。哇！呢個老鷹啊，哎呀 Candy 唔使啦，我唔睇呢啲鬼嘢㗎。係個個都話自己叻㗎啦，個個都話自己平口，個個都話自己嗰啲乜乜乜。我而家做退休啊，我每日就打高爾夫嘅啫，1個禮拜打2次高爾夫。我要坐阿媽，我唔聽呢啲嘢啊。得，我話冇咁多。我話佢叫阿 Kitty， 我話 Kitty 冇咁多。聽日我公司就有個 OPP 會議，嗰次係我哋星光組織星期2下午2點到4點嘅會議。我話我有個 OPP 會議，我話你出嚟聽一次 OPP， 聽一次見證，睇一睇公司係點樣去做嘅。我話如果你唔啱做嘅，我以後都唔揾你。借力重唔重要啊？同埋你做邊重唔重要啊？你做橋梁重唔重要啊？各位，重唔重要？喂，唔夠台灣勁啊你哋！你知唔知係台灣點解我會越講越興奮啊？佢哋呢邊好勁㗎，好投入㗎佢哋。借力重唔重要？結果呢一個人去到公司，佢唔要我帶，佢喺度睇咩啊？睇我哋個主持人。我哋個主持人係一個18年雷鋒室嘅，講嘢都嘰嘰格格嘅。我話你冇理，
人哋呢個人今個月最少10個萬，咁佢一聽就知係咪打開佢個竅門啦。所以講事業嘅人要用錢去同佢講，講健康嘅人要用健康同佢講，得唔得？佢睇唔起我哋公司嘅人唔緊要，你要做勁啲，你要借力，得唔得？你要借會議嘅力，借台上嘅人嘅力，你要 keep up，你要賣。所以呢一個人當佢睇完個會議，係啊，喂，咁又得，咁又得啊！咁又揾20萬，咁又揾30萬啊！哇，阿 Candy， 咁你3個月揾100萬，我有啲信咯喎，佢話。因為以阿 Candy 嘅能力，一定我做，如果做一定要成功，呢個就係我，得唔得？係啊，借力，佢個會議嘅力，佢個非常嘅力，你冇你限聚令得20兜友嘅咋，各位。係啊 ，sorry 啊，講到啲做以前添，唔係20兜友，係20個人，得20個人㗎咋。你冇你個會場係咩環境？總之你個邊勁，你個橋梁勁，你一定留得低佢，一定借有力，一定成交。所以今次個 Kitty 早話打係最大團隊，下面有2個飛馬，4個孔雀，1個鳳凰，勁唔勁？所以佢都喺會場邊掌聲夾口，即係話俾你聽，你要借力，特打力不費力。好重要啊！你個邊角色好重要啊！多啲人幫到你，跟住多啲人去幫你傾，咁你係咪容易成交啲啊？各位，借力緊唔緊要？緊要係嘛？好啦，做咗唔長久，有冇呢啲人啊？有大把啦！我哋舊直銷人一雞死嘅，一雞鳴以前我入行，我都唔知叫咩叫一雞死一雞鳴，我哋入去啊！我點解呢個團隊好大朋友都轉頭唔見咗？嗱，呢啲咪條件嚇，做任何行業都係一樣。大家知唔知我哋香港好多老字號個公司都執到啦啊？點解啊？社會因素咯，做到唔長久啊，社會因素咯，傳統都要倒閉啦，冇話直銷係咪咁講啊？點解啊？你後台唔夠硬，你個團隊唔夠硬，重點係公司唔夠硬，公司做個嘢係幫唔到我哋，咪唔長久咯。但係 Vivi 唔同喎，係咪啊？咁你唔長久嘅原因有乜嘢啊？唔長久嘅原因就係你冇令到你個夥伴融入公司、融入團隊、融入系統，所以佢做得唔長久。因為你 key 唔夠，你冇耐性，你帶得佢唔耐。有啲人你做到唔長久就係你態度嘅問題，得唔得？因為要檢討你自己點解唔長久，我點解要望失敗者？我點解唔望成功者？我唔係㗎，我20幾年前入直銷行業啊，大把人同我講負面，但係轉頭佢俾銀行人哋睇30萬一個月喎，20萬一個月喎，各位，20幾年前我2000年初期喎，揾2-3萬一個月喺廁所講負面，講俾邊個聽啊？講俾我聽，我唔聽呢啲㗎。我只有翻去問上司，我話嗰個人點解咁？佢就話：我話佢好串我喎，佢話第日你成功你可以串我。我就點樣同佢講？我唔會咯，我唔會咯，驕兵必敗。我覺得啊，點解要驕傲啊？成功少少點解要驕傲啊？問大家，好多人就成功咗就忘記初心，所以佢失敗，所以佢做得唔長久。你要保持初心。啱啱我同我哋個莊新啲大領導講。我唔管得問我喺 Vivi 幾成功，哪怕我上到天路，哪怕我似一姐個職位，我似一姐個評級，我都唔會驕傲。點解啊？驕兵必敗。所以好多人做唔成功就係驕傲。當有少少成績，就好似比如利匯國際打造成為一個飛馬又好，鳳凰又好，甚至飛馬記又好，佢啲就好似哇成個太陽都係佢攞落嚟㗎啦。俾少少溫暖嘅，俾少少陽光佢，佢就當佢係太陽啦。我想問大家得唔得呢啲人？所以佢做得唔長久，啱唔啱？正唔正常？非常之正常。所以做咗唔長久就係第一，佢忘記初心，佢唔會長久。停止學習就係管職位都開始。各位，公司又好，業團會又好，所有活動。如果你個伙伴包括你本人，點解今日一姐要嚟呢度做嘉賓啊？點解啊？天龍喎，
做夠1日之下萬日之上喎。點解佢坐喺度啊？因為佢態度好咯，因為佢個伙伴呢個叫 Charlie 咯，叫 Charlie， 即係呢個印尼嘅後生仔係佢團隊嘅飛馬舞咯。所以呢兩個一咩話態度好，放啱自己位置，冇你又唔成功，冇你又唔長久，係咪？所以我哋領導人，你係咩角色？你係鳳凰飛馬孔雀唔管呢個角色，我哋想做到成功又長久，必須要態度好唔好啊 ？OK 嘛？紅會呢度唔會唔長久嘅，融入團隊，融入公司，好啦，長久又唔成功，咁如果呢8大關，如果你理解到唔成功唔長久，咁啊長久唔成功嚟緊呢度一定成功又長久。點解會有呢啲詞語出現啊？點解啊？因為出邊成功我唔敢同你講，因為出邊冇呢間公司咁樣嘅老闆，出邊失敗多係正常嘅，好多話直銷難民、傳銷難民、marketing難民好多呢啲啊。但係你會唔同我，你會老闆手把手教你，你會老闆與眾不同，仲要親力親為教你，所以佢唔會唔長久，佢唔會唔成功。只有你個老闆係做到親力親為，去教育我哋、培育我哋，甚至識一啲課程，我哋系統課程，我哋讀 PI 課程，我哋 NL 課程，親自站台，俾啲掌聲我哋老闆好唔好？好啦，選擇嚟激發，因為你係成功唔長久嘛，我哋要選擇嚟激發。咁啊講到選擇嚟激發。咁我就會睇一個畫面，就會睇乜嘢咧？就會睇天龍啊！當其時我入嚟有天龍，我睇馮雨欣啊，因為佢係我哋台灣當其時我啱啱了解，啱啱去睇公司，佢係一個叫攞金鹿獎，亦都係2021年嘅冠軍。我係睇呢一個人，我係睇成功人士，所以我選擇嚟激發。係啊，後來2023年第一個季度線上培訓會，我睇一隻係飛馬97環，我係睇呢啲冠軍，所以我係選擇嚟激發，我要睇嗰啲標軍嘅人物，我要睇老闆點解會當普通人成功，所以我選擇嚟激發，所以我就會打飛馬，逼自己成功。咁你？係啊，逼你自己成功。咁我想問大家，當你開咗線，你要唔要以下落嚟講緊呢幾點啊？要維持關係啊？要唔要做呢樣嘢啊？你想成功，必須要維持關係。維持關係有好多可以維持嘅。第一咩啊？做人，你做領導人要明白啦，你要明白啦，呢個第一啦。係啦，講嘢要講啲對方中意聽㗎啦。係啦，換位思考啦。啱啱嚟到佢唔適應我哋環境，唔適應我哋嘅學習環境太頻密啦，唔適應，我哋係咪要引導佢啊？呢個叫維持關係好難，就算佢唔願意出席會議，引導佢嚟會議，係啦，我哋選擇咩啊？睇對方嘅優點，係啦，呢個就係維持關係幾樣嘢要做到嘅嘢，欣賞對方，貼入對方，正如我哋老闆，維持關係點樣維持關係啊？大家記唔記得舊年啊，老闆不斷喺度維持關係啊，同佢個 CMT， 同佢嘅資深總監，佢個總監，仲有同佢個核心人物，係咪年年相扣、環環相扣維持關係啊？我記得舊年2025年，我哋老闆用咗1個月出動佢個私人飛機，全球飛菲律賓啊，維持同領導人嘅關係。當其時我係香港區舊年前15強，老闆私人飛機嚟到深圳，而喺深圳機場旁邊一個5星級酒店，同我哋前15強開個會食個 lunch， 呢啲算唔算維持關係啊？係咪同我哋維持有關係啊？當老闆私人飛機都出動，到最終點啊？坐飛機去廣西我哋南寧喺一姐家鄉嗰度兜個圈。咁我只有出面送機，我冇份啊！我揦住心口啊，各位老闆係咪同我哋啲領導人永遠都做？我哋老闆永遠都係你做到嘅人，同我哋維持關係。當你有咁嘅老闆咁嘅態度，我哋唔做，覺得佢公司唔住啊！你知唔知啊？係咪？後面
邊個火盆俾啲掌聲嚟聽下？因為我驚你哋瞓覺啊，各位。你維持好關係，你就會成功又長久。我哋嘅美國仔一向嘅態度，永遠會做到嘅人。所以老闆，私人飛機全球用1個月時間見咗總共佢講有超過差唔多60場領導人。老闆得唔得啊？梗係得啦，唔得要1500位飛馬各位。所以呢維持好呢個關係，你一定成功又長久。服眾能力，老闆做唔做到啊？我哋嘅領導人做唔做到啊？做唔到唔會做得到飛馬㗎。你想人哋服你，首先你係以身作則，同老闆一樣，不忘初心，乜嘢都親力親為。係啊，你要人哋服你就係先做咗先，做咗先叫下面做。係啦，需要下面叫下面做。你睇下老闆一直都係以德服人。老闆做到咩啊？8個字，講你所做，做你所講。如果你想成功又長久一位領導人，唔管你今日坐喺下邊係咩角色，啱啱入嚟正想啟動市場嘅人都好啦。如果你嚟等人哋服你，你必須要以德服人，必須要講你嗰頭，就要做你嗰頭，講你所做，做你所講。唔會唔成功，得唔得啊？係啊，因為大家坐得喺呢度都係要機會嘅人，係啊，每一個人都係想機會嘅人。既然嚟到，我哋就要改變下自己，選擇改變，咁啊選擇呢個叫咩啊？喺力回開始嚟緊打拼嘅事業，必須要經歷呢啲以德服人，必須經歷呢啲服眾能力，你就做得大，做得遠，就會成功又長久。OK 嗎？好啦，找到強而有力嘅領導中心，哇！呢樣嘢講得我都有少少想流眼淚啊！點解啊？我未見過，我做咗20幾年直銷，過往嘅直銷，我個團隊叫做有少少都有少少人，但我未見過一個老闆20幾年裏邊，呢間係我第3間直銷公司。我過往做一間係台灣嘅，一間係美國嘅，呢間係新加坡嘅。20幾年裏邊，或者你見到人哋嘅平台，未見過一個老闆係咁嘅，係咪？強而有力領導嘅中心，我哋嘅老闆最叻就係會議啊！大家聽住個視頻你就知道啦。原來老闆16個人就開始培訓會，堅持培訓會。今日係咪培訓會啊？係咪培訓會啊？從來不間斷，每一年。每一個季度，每一次，而今日就係頭先我哋個副總講嘅，今日就2026年打響頭炮，馬來西亞第1場培訓會，第1場仲重要，第1場重要，一年之計在於春，第1場好重要。老闆呢個領導中心超勁啊，有16個人，到今日你諗下2月份6場。重點係咩啊？老闆從來冇提過，有時甚至100場，記唔記得啊？有時甚至100場，2日完成呢個先係重點啊！所以呢個領導中心勁唔勁啊？乜都親力親為，培育人才，係咪？係啊，領導強而有力領導中心第1公司能力，第2我哋嘅領導人都夠力啊！大家認唔認得呢張相啊？好多人未見過喎。有冇熟口熟面嘅感覺啊？睇嚟好少人見到呢張相啊！表揚大會又係由21個人開始啊，各位！馬拉人、大雙腳人有冇啊？檳城人有冇啊？檳城啊，泰國有啊？冇感覺啊？喂，你知唔知啊？呢張相啊，有冇見到我哋星光組織創辦人啊？紅紅綠綠馬騮衣服。有冇睇到啊？你諗下嗰時我哋嘅 Mr. Low 啊，我哋個光叔有冇睇到佢哋中間啊？矮細粒嗰個就係我哋嘅單蚊經理士嘅月嚟啫。有冇睇到啊？哇！佢講咩啊？財富自由、健康快樂。08年到依家佢哋做到未啊？做到健康快樂未啊？做到財富自由未啊？所以佢單蚊經理士，佢改個名冇改錯㗎。
嗰次我個舅父都未入嚟，阿舅父啊書添啊，親書添都未入嚟啊，各位。係，所以阿光叔啊，有一個視頻啊嘅，好在我的孩子進來 TV 啊，我現在每個月40萬馬幣，哇，驚唔驚啊？哇，領導終身重唔重要？我哋老闆重唔重要？你望下老闆企喺後邊㗎，有冇見過一個老闆企喺後邊啊？有冇見過啊？所以老闆識做人，識 do 啊，識做嘢啊，所以抵佢成功又長久係咪啊？俾啲掌聲老闆！哇！呢張相我都係問下我哋嘅 KTV， 我哋嘅星光組織聯合創辦人 KTV 俾我㗎，榮譽飛馬兒係啊！哇！你望一望呢張嘅相嚟㗎，一星啊各位，一星啊，幾珍貴啊！一星都得到阿拿督笑到見眼唔見眼，一星都得到老闆笑到隻眼見隻眼唔見隻眼，係咪？老闆識用財，識儲財，識打造人才，係啊！老闆呢個領導中心，第一，我個大領導星光組織創辦人係剪頭髮嘅洗頭仔，喺香港嚟計洗頭仔係最唔識字嘅人，係最冇用嘅人，係最低下階層嘅人。跟住第二就係酒樓妹好低下階層嘅，即係服務生冇你上面嘅，係俾人睇唔起嘅。喺90年代初期係冇人睇得起我哋個茶樓嘅，洗頭仔都係冇人睇得起嘅，係咪？但係今時今日嚟到公司，你望一望我呢個順利2星啊各位，2星咋？得到老闆咩啊？致辭啊，致感言啊，哇！可以講嘢，2星都可以講嘢啊！老闆係咪好叻啊？你望一望老闆企後邊咁樣嘅，有冇睇到啊？你望一望2星都有紮花送上嚟啊，各位，係咪老闆叻啊？領導公司叻啊？打造人才，打造一個84年出世嘅洗頭仔，09年入嚟，25歲入嚟。帶埋家姐82年出世嘅27歲入嚟，叫做09年10幾年前阿 KTV 同埋阿順利爺爺兩個人呢就似40幾歲，但係10幾年後依家調翻轉似27歲似25歲，產得得唔得㗎啊？係咪？所以我哋嘅領導中心勁唔勁？你睇下15位飛馬，我哋喊啊！你知唔知啊？我哋15位飛馬感動啊！我都睇到一姐喺度抹眼淚啊！你知唔知啊？係啊，感動！我哋彩排嗰時個個都感動啊！我哋天龍首席都感動啊！係咪啊？我哋老闆呢個領導中心勁唔勁啊？1500位飛馬，係啊！呢個就係我哋嘅成績表，就係我哋領導中心勁。仲有我哋前排，有前6強，有前10強，以前15強嘅例如我哋財哥。我哋 Alex 係咪？記得名就講，唔記得名講好嘛？因為你知啦，我又唔識字，跟住讀書又少，記性又差，係咪？仲有我哋小白飛馬參100，勁唔勁啊？佢唔勁都唔得啊！知唔知點解啊？佢太太咁勁啊！佢唔勁點得啊？各位係咪？飛馬參100，仲有隔離個位啲古惑仔，係啊，我係個古惑仔。哇！細個做生意嘅，以往好成功嘅飛出單，係咪？你睇下呢啲領導中心勁唔勁啊？好勁啊！佢做手機開發㗎，佢喺我哋香港分享，佢話佢做手機係每年做緊1個億新加坡幣嘅營業額。聽我哋老闆講完4個鐘頭嘅制度，將佢20間店一解除晒，結束晒，全力做力回。呢啲領導中心勁唔勁啊？梗係勁啦！下邊有天龍首席喎，下邊有咁多喎，所有領導嘅飛馬，講真啦，幾乎佔咗1半嘅飛單㗎，勁唔勁啊？俾啲掌聲兩我啊！跟住我個大表哥，唔知點解嚟到領導咁鬼多親戚嚟 ？sorry 啊，第1位係邊位啊？阿 K 係咪啊？跟住阿財哥，我哋阿 Alex 隔離嗰位，我哋嘅，我都係我親戚嚟嘅，叫咩名啊？嚇？
哦，唔緊要，最緊要係知道親戚 OK， 知道親戚得啦。好啦，跟住大表哥，大表哥嗰種火咧，我話俾大家聽，係語音嗰種温柔，阿馮語音呢個叫咩啊？温柔打謝過我，而大表哥嗰種火咧，哇，撻着我。阿大表哥講咩啊？佢話我棟住拐杖，我都要上天龍十嘅。嗰時冇講太虛㗎嘛，嗰時冇講太虛嘅。佢話我棟住拐杖，我都要上到天龍十嘅。我心諗呢個乜水嚟㗎？後尾我啲領導人講，我哋即係呢啲講，佢話大表哥啊，負債類嚟㗎，做到周街欠債㗎，做到買奶粉俾仔女食都冇錢㗎。我話咁都成功啊？唔得，我係一個直銷老鷹，冇理由輸蝕俾大表哥嘅。係咪？所以呢啲係我做嚟啊！呢啲領導公司嘅競爭，係咪？跟住啊，江生燕，哇！去到香港我好驚啊！一去到香港，哇！賣馬原來有人同我爭食啊！有人同我搶生意喎，係咪啊？但係佢人好好，因為佢講阿江生燕佢同我哋39分享，佢同我哋香港區分享，佢話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係啊，跟住我哋江生燕和藹可親，我哋江生燕去到俾我哋糖果團隊，俾我哋星光組織糖果團隊好大能量。佢第一次去到我哋嘅30樓，佢狂俾力我，狂俾力我。江生燕喺呢度鄭重多謝你。點解要多謝你啊？因為你俾好大我力啊！因為嗰時我係飛馬兒咋。佢狂俾力我，所以呢個都係我動力。所以我哋啲領導中心係咪做到大愛無疆啊？係咪？跟住由呢邊開始，我個鬼阿爺，我超時一講晒，我超時嚟㗎啦。我阿爺洗頭仔喺線上㗎，喺線上見到佢咋，哇飛馬山，哇洗頭仔喎，都咁成功，唔得，我要超越佢，係咪啊？唔好介意，因為點解啊？直銷係可以超越㗎嘛。講真啦，各位，我提醒嗰啲學鳳凰啊、孔雀啊、飛馬啊，如果唔超越啊，鬼同你做咩？我覺得啱嘛，啱嘛。所以各位學完啲老闆，學完啲嘉賓，你要超越我，你要超越標準班，你要超越一姐。我哋老闆講嘅，嚟得你每個人揾最多錢嗰個未出現啊！你哋要唔要？係啦，真係有佢個陪同，每一場嘅高峰會議有阿爺個陪同，先有我今日個 candy point，先有我哋飛馬5啲掌聲有冇啊？係啦，跟住呢，我哋隔離嗰位四眼仔，係啊，我大領導，我唔知乜水唔緊要，反正我就想快啲過，點解快啲過？我係準時結束啊，係咪？跟住到我嘅榮譽飛馬5-1環阿 Jenny。一個電話我即刻打飛馬，所以領導中心重唔重要？講個電話、語音電話嘅時間到今日都未使啊！4年啦，到而家未使啊！就係2022年嘅，未夠4年，嗰時係1月份，係啱啱4年，而家係2月啦，4年。Candy， 如果你有6條線行喺力匯國際，如果你有6條線行，主要保持行嘅4年可以買上西盤山，大家知唔知西盤山嘅樓幾多啊？4000萬一個單位，2房1廳，得我就答飛馬。領導中心強都要我相信先得㗎，各位，係咪？嗰啲掌聲，知唔知？係啊，隔離嗰個舅父唔使講啦，舅父啊老鷹嚟㗎，20幾年前傳銷老鷹啊，知唔知啊？係啦，我係聽一個視頻聽到㗎。但係佢家姐想影響佢又好難影響嘅，係啦。跟住阿舅父而家團隊大唔大啊？梗係大啦，飛馬5幾萬喎，我都追緊佢嘅業績，追緊佢嘅收入，追緊佢嚟緊做國際哦，好唔好？舅父，係啦，多啲親戚好啊，知唔知點解啊？多啲人幫忙啊！好啦，佢家姐就係我哋嘅祖宗，就係我哋單軍經理時嘅祖宗，係啦。有佢嘅帶領，有佢個陪同，有佢嘅愛戴糖果團隊先做到香港人數數一數二。俾啲掌聲，大啲啲嘅，跟住哈先。
蝦燒勁唔勁？哇！1983年、09年29歲入嘅力會，做到1年冠軍啊，梗係勁啦，各位！你越聽嘢聽重點，睇嘢又睇重點，係咪啊？俾啲領導中心呢個1年冠軍001，002啊，差先，sorry 啊，OK， 然後我哋打造飛馬機器人，我哋嘅朱莉，邊位想上飛馬揾朱莉，包住我嘅課。哇！佢嚟到香港，我好驚啊！我縮埋一邊，點解啊？佢話力會國際嗰時1000位飛馬，接近500位係佢嚟喎。哇！咁強嘅呢個人，竟然嚟香港，佢又冇嚟咁多啦，係咪啊？當其時我係一個新人，我係一個新科飛馬，我好驚嗰啲大咖一嚟就嚟炸龍到我，你知唔知啊？明唔明啊？係啦，俾啲打錢，俾啲掌聲我哋打就機器人，係嘛？係啦，咁我哋個明哥陣間係主角，我哋嘅兼飛大領導陣間係主角，呢啲全部都係人物，全部都係我哋嘅領導中心，一次過俾啲掌聲佢哋，好唔好？好啦，呢張一定要講下拿督，好感動，真係好感動。我覺得河南我飛馬兒咋，阿拿督。舊年喺呢個文豪酒店，我哋香港圈前15名開會，開完會呢就安排咗一個孔雀以上嘅精英領導去見拿督，拿督嘅力量，我哋總監嘅力量，我哋Elton總經理嘅力量，係啊，一起俾到我哋團隊呢有一個叫團嘅力量。呢個拿督帶領我哋成個飛躍國際發展部。仲有打造咗咁多後生仔，全部00後，全部90後，成為一個人脈，好唔好嘅啊？呢個拿督領導中心好唔好嘅啊？呢個人脈得唔得啊？借助大家掌聲，多謝拿督，多謝香港總經理。好啦，呢張新鮮滾熱辣嘅領導中心就係我3位，係啦，我哋 KTV， 我哋嘅順利爺爺，我哋嘅Jenny。今年嘅2026年嘅1月14號喺泰國舉辦咗一個孔雀以上嘅高峰會議，係俾做到孔雀，係做到嘅先出席，係啦。呢日公司嘅領導中心勁，我哋要唔要跟住公司走啊？我哋要唔要成為人哋嘅領導中心啊？要係咪要舉辦多啲會議啊？舉辦多啲高峰會議啊？係咪？好啦。脫穎而出靠人公司，我想問大家呢啲夠唔夠脫穎而出啊？呢3位天龍勁唔勁啊？呢啲係咪我哋嘅標杆啊？呢啲係咪我哋想要嘅嘢啊？想要唔該頭腦清醒啲，問一問阿一姐點解做到，問一問我哋阿 May 姐點樣做到，邊樣啊？問一問阿雨欣點樣做到，問你身邊帶你嚟嘅一位，佢哋都係普通人嚟嘅大各位。但今日喺力會國際脫穎而出，與眾不同，做到頂尖人物，俾啲掌聲佢哋好唔好？呢啲夠唔夠脫穎而出啊？哇！我哋老闆太犀利啦，打造呢啲咩啊脫穎而出嘅人物。呢12位講師當其時喺馬拉係講緊一個培訓會，係講緊挑選咗12位官方講師。而佢哋每一位挑出嚟嘅冠軍，係講緊每一個地區、每一個國家挑出嚟嘅冠軍，每一位講完呢50分鐘課程，都得到老闆嘅嗰個叫咩新加坡幣88,888 5條8，港幣就係54萬個獎金，好唔好嘅啊？乜嘢現金啊？唔係講呢啲啊，係重點。係佢哋得到公司嘅重視，係重點。佢係公司嘅一個叫脫穎而出嘅講師，脫穎而出嘅人物，係咪？俾啲掌聲呢12位係冇？好啦，咁我要脫穎而出，係咪最少喺香港地最少要打個飛馬出嚟啊？唔係邊個識你啊？識你係水鬼啊？係咪啊？所以我係要，我知道疫情好嚴重，我都要打飛馬，知唔知點解啊？因為做直銷要插旗，做
做隻小你要有個朵，你要有人認識你嘅判，你過去個成功行埋一邊，冇人知道。過去成功冇乜意思嘅，嗰嚿屎沖咗嘅啦，唔好再講嗰嚿屎啦。係啊，過去個成功嚟到嚟回唔關你回事，係咪啊？所以嚟到呢度我刻苦耐勞，我要人哋做唔到嘅嘢，我一定要做到。人哋每一個市場，邊一個市場8個鐘，天天開做市場16個鐘。講到聲都沙晒，講到飲水嗰個肺都痛，你做到我講，你都一定上飛馬。天地盤2022年4月26日成為飛馬，2023年嘅9月成為飛馬2，2024年11月成為飛馬5，從不停過。數數手指。用咗2年時間成為飛馬5，點解我要脫穎而出？因為2022年1月1，2022年10月1號喺馬拉亞洲嗰個叫國家體育館10萬人表人會，我想同老闆影相，頂佢個肺啊！嗰啲 CMP 保護老細唔得啊，不行啊，我剪進去啊！我嘅領導，我個領導榮譽飛馬1 ，A 添，差啲同佢鬼死添 ，A 添，我話阿爺唔開心啊，佢點解啊？冇得入同老闆影相，有冇咁巴閉啊？呢個係文化，唔可以咁講嘢㗎。其實我話但係我咁辛苦上到飛馬疫情個限聚令2個人喎，冇得出街食飯，我都要死線上，我都要搶飛馬。上到嚟竟然同老闆影張相都唔得，我係咪大人啊？但我哋嘅阿爺好識貼音，聽啲唔使驚，你想飛馬5你就靠近老闆，所以我咪做到啦。我用2年做到飛馬5 ，OK。好啦，脫穎而出。嗱呢一張相咧就係舊年，各位脫穎而出啦。舊年7月5號喺我哋香港呢個叫咩館啊？灣仔會展中心，香港灣仔同埋亞博係一個名牌嚟嘅，係一個名片嚟嘅，各位。而我點解做黑色衫啊？因為佢表揚飛馬4以下，咁我係咪有7個飛馬？加埋我係咪8個啊？係咪？咁我哋個阿爺啊嘛，係嘛？同我哋影呢張相，即係。我哋公司咁多標杆人物做到脫穎而出，我哋堂我團隊要唔要脫穎而出啊？係啊，所以我會跟緊公司腳步做到脫穎而出。俾啲掌聲我團隊係嘛？好啦，超大氧氣扇，頭先講晒㗎啦，超大氧氣扇，因為時間關係啊，乜嘢為止超大氧氣扇啊？我哋老闆係咪由Simon Wong第一個？L 北歐第2個，呢2條超大氧氣扇咁多大啊？咁多大，各位超級大啊！力匯國際都係2條線咋，所以你哋打心做穩，做一條超大氧氣扇點會唔成功啊？各位，你想如何成功入場球，你必須有超大嘅氧氣扇，好唔好？哇！呢啲係咪氧氣扇啊？新鮮熱辣㗎！喂，我哋無線啊，我哋 TVB 啊，當年嘅使徒行者就紅到成個亞洲區，但今日我哋力匯國際嗰啲使徒行者唔關我哋事啊，係咪啊？而我哋嘅使徒黑衣關我哋事啊？關唔關我哋事啊？黑超黑衣都關我哋事係咪啊？頭先有冇睇到畫面啊？呢啲先係我哋嘅超大氧氣扇啊！淨係 CMP 喎。總經理以上喎，副總、總監，就資深總監到老闆都有咁多人，勁唔勁？頭先有冇睇到影片？有係咪啊？所以呢啲都係我哋嘅超大氧氣扇。好啦，講到手尾啊，各位，我哋個產品勁，我知道，但你哋啊冇吹得咁大啦。雖然係勁，真係好多個人好奇嚟都搞得掂，但係
會惹到好多手尾㗎。人哋問你呢啲得唔得？嗰啲得唔得？你話我唔知得唔得喎，人哋得我點知唔得唔得？我哋唔係嗰啲責人，只不過我哋冇搞咁多手尾翻嚟啊，係咪啊？仲有我哋唔好同人哋講，我哋喺領會啊，我哋啲天龍啊，我哋啲飛馬幾啊，揾好多乜乜乜唔需要講，冇去惹人妒忌。我哋叫咩啊？門聲發大財，普通話叫蚊生花大財，係咪呢個啊？我哋要低調做人，得唔得啊？我哋低調做人，高調做事，得唔得啊？你做人高調，人哋咪搞你咯，就咁簡單啫嘛，各位，用下腦筋，低調啲。哪怕今日喺 Vivi 賺1個億，我哋可唔可以低調啲做人啊？唔好去惹火人哋好冇啊？唔好去令到人哋對方唔開心得唔得啊？因為點解啊？嗱，講到栽培，我想問大家，我哋老闆係咪不斷栽培領導人啊？見唔見到老闆2022年嘅2月啊？一場叫做咩啊？呢個叫我哋新加坡總部開幕，老闆用咗19個小時，當時1000位飛馬挑選600位飛馬出席，而其中一個係小妹我，600位其中一個係我。老闆栽培領導人用19個小時，而重點係呢600位飛馬10日之後喺各個地區用咗2日完成100場嘅培訓會，係咪多咗600位領導人啊？老闆夠唔夠你啊？俾啲掌聲老闆啦！所以你要培育領導人，你必須有你團隊嘅組分，必須要搞你團隊嘅訓練，1升2升、1升2升3升嘅訓練。個會議係要俾佢哋講，要培育我哋嘅領導人出嚟，所有活動要叫領導人先做，嗰啲先叫領導人。領導人係乜都識做嘅 ，OPP 識講，產品識講，制度識講，重點係搞會議都識搞。會議嘅分順，會議嘅嗰個叫活動，樣樣精通就叫領導人。我哋嘅領導人唔要你識字，唔限年紀，主要你態度好，你肯依邊學習，你肯願意做，有結果，係咪？一定咁㗎啦，一定有結果啦。點解啊？態度好，結果一定嚟，得唔得啊？係啊，高調咪惹嚟麻煩咯。點解啊？因為你個朋友想你好，但係佢唔想好過你啊。多唔多呢啲人啊？出邊多唔多？出邊周街呢啲人啊，個死八婆啊，唔單止喺台揾啲嘢講下你是非，有冇呢啲人啊？出邊好多小人㗎，所以都係頭先講啦，咪受你嗰啲差唔多啦，冇惹到人哋發火啦。好唔好啊？係啦，所以你個朋友一定會想好過佢。好多人唔係知朋友嚟㗎嘛，因為點解啊？環境就係結果，佢冇嚟得我哋佢個環境，佢唔明，佢冇身兼發展，佢冇開拓市場，佢冇過一關又過一關嘅頭先個8個關，所以佢唔知道對方真係唔想你好嘅，得唔得啊？好啦，定位，講到定位咧，我講到定位，然後結束我今日嘅演講。係啦，咁啊定位咧，講一個故事，大家聽唔聽故事啊？要唔要？好啦，又係故事，又係真人真事。我哋農村係咪好窮㗎？我隔離屋有個即係叫老兄啦，同埋我啦，係啦，屋企非常之窮到咧叫做咩啊？今日未知聽日嘅柴米油鹽，係啦。但係有一日中咗彩票喎，咁佢中咗彩票咧，佢就係去省城嗰度咧，就買咗1袋2袋，一大抽嘅餸啊，同埋一個包心翅肚雞湯翻屋企，打電話叫咗10個8個10嚟個人去屋企，準備開餐，一翻落去，死咯，抹布都冇點算啊！跟住就諗到琴日買到半打紅色嘅底褲翻嚟，三角褲啊各位，係啦。咁啊攞條三角底褲呢紅色嘅喺度抹台，嗰啲朋友就講啦：哇唔係嘛，老兄，唔係啩？咁都得着底褲攞嚟抹台？你知唔知嗰個老兄講咩啊？嗰個唐大佬講咩啊？冇相干，冇相干，係啦，未着過㗎底褲嚟㗎，未曾用過㗎，未曾着過身上㗎。哇抹完啲冇
嘢到嗰啲湯點算啊？又諗到琴日買底褲之餘，又買到個痰罐，而個痰罐未用過一次都未用過嘅，然後呢個就攞個痰罐一擺上台，哇！佢倒啲湯落個痰罐喎。我想問大家，痰罐係要嚟做咩㗎？係咪老人家放床頭靴痰㗎？係咪老人家前列腺有問題屙尿㗎？係咪我哋細個嘅時候，啲 BB 坐落去 BB 架，即係嗰個大便啊，嗰啲啊，痰罐係咪要嚟咁用㗎？竟然我呢個老兄放裝湯，我想問大家，呢班人呢餐飯食唔食得成？呢個湯飲唔飲得成？飲唔食係嘛？哇咁核突！痰罐就痰罐啦，痰罐係要嚟裝痰㗎嘛，要嚟大小二便㗎嘛，你就放嚟裝湯，雖然未用過，但係我想問大家呢餐飯食唔食得晒？反應我慢嘅，反應我慢啦，俾啲掌聲啦！我問你哋就講啦，係定位就係你係痰罐定痰罐，你係底褲係要嚟着嘅，唔可以擺上台嘅，得唔得？係啊，所以你要搞懂你嘅定位，你要搞懂你嘅定位，即係話你要知道你喺邊度嚟到呢個定位嘅。我同酒樓嚟到定位嘅，係咪啊？咁喺你會喺打你嘅時候，你要知道你做緊乜，你要知道你喺邊度。既然嚟到你個咁勁嘅平台啦，咁我個公司啦，係咪？咁俾你個公司啦，點解你唔發揮？最後重點你要知道嚟到你去邊。我知道我嘅定位，我嘅定位我見到一姐，我見到天龍3位天龍，我見到前6名所有國家嘅001，所有國家嘅冠軍，我見到11實驗，所以我嘅定位，我會跟住公司嘅步驟，一個一個評級嘅實驗，呢個就係我嘅定位。我嘅大表哥講，佢話佢讀住解獎上天龍，我相信我唔需要讀解獎，我一定要做天龍。因為令到個產品夠力，我唔需要讀解獎，我相信未來冇話10年啦，應該6、7年後一啫，因為你後生冇咁多係咪？你用咗8年幾上天龍，我相信我俾一個 double， 我嚟到力匯依家未夠4年，我要4月份先正式喺呢度啟動4年，我相信我8年之後我一定上天龍。呢個就係我定位，因為我睇到前面就係我嘅希望，我睇到前面嘅氧氣線就係我希望，因為佢哋唔管你同佢有冇關係，各位，正如唔同你同你唔同你同 KTV 有冇關係，我唔理，總之你係力匯入，我就一定幫大家，得唔得？所以我哋力匯就做緊呢個文化，係啊，所以我嘅定位清晰嚟緊，係啊，我今日尾聲啦。咁我哋祝大家，祝我哋力匯國際係啦，2026年一馬當先，各位身體健康，係啦，心想事成，今日翻嚟咁多，多謝大家。